观众朋友，大家食饱未？老师平哎，安。平安，安全平安。听讲咱今仔日要过来踅街，今仔日踅去倒啊？即个是我即个后壁是台南女中，大家知影台南女中？嗯毋是哦，是中营啦吼，伫台中南的营路中，中营女中。嘿，来老师的后壁是囡仔人去。还是主日二，教会主日二，朱丽叶，大家敢知影第一个朱丽叶是啥物人成立的吼？来，咱今仔要来讲一个第一个，伊嘛是因即个人因翁哦，是台湾第一个牧师，就是伫来足济牧师来进前，蒋维林来进前吼，的一个牧师，大家叫看觅，敢个会记得老师以前讲的吼。所以爱看到最后哦，叫今仔个要讲，咱的台语要讲。即个袂当啥物翻译的，是毋是？直袂当翻接翻译，做袂当直接翻译的，即个台语哦。所以爱听到最后着，所以咱你要讲的是吼，富林人甲囡仔人咧讲话囡仔，吼，细汉拢讲囡仔人有耳无喙对无？来搁讲啥物？逐个对富林人的声较无咧注重。我前几工通少年人咧读圣经嘛吼，我就讲，迄耶稣互人食饱对无？是毋是互5000个人食饱？迄5000人其实是查甫诶尔对无？就是讲圣经记载诶吼，足侪拢是记载即个查甫诶啦吼，较少记载查某诶代志安尼啊吼。虽然嘛是有啊，所以咱今仔要讲诶即个牧师娘，伊诚特别吼，因为伊有看见。听见因即个囡仔人诶声哦，嘿，所以即个就是纪念即个李修。李牧师，伊去伫台东，对你讲啊，去台东伫遐传道理，所以台东迄个所在吼，伫百周年纪念诶时，就起一个纪念碑，纪念第类牧师去伫台东来宣传耶稣诶道理。对对，因为迄个就是进前是马阿哥，伊是医生，毋是牧师哦吼，所以伊这是参马哥配合诶一个牧师吼，第一个牧师。好啊，咱今仔日你迄牧师捌讲过啊吼，毋过咱今仔日要讲诶是讲牧师娘啦。牧师娘，你迄牧师娘，伊是较少人讲着牧师娘对无？因为逐个拢无注重迄个女性，就是有钱人较无互人注意啊。今仔日因为即个吼足杰出诶一个牧师娘，咱爱特别甲伊讲。伊128年出世，伊少年诶时是一个家庭教师，伊是英国诶苏格兰吼。伫1867年诶7月，就甲共一个教会李修牧师结婚。因两个是共教会诶啦，就结婚。结婚2礼拜后，两个翁仔某就出发对伦敦坐船出发来台湾。这是船啊，蜜月旅行伫船顶就对啊。船顶142日，诚久。就卖5个月哦。就伫12月17来到打狗，打狗就是高雄啊。后来伊就拢差不多拢住伫李港，连迄个加拿大来的马偕牧师，咱知影哦。马偕牧师来台湾的时，伊嘛是先去李港遐找李修牧师，李修牧师甲家教讲安怎。伫遐吼，因就是讲牧师甲牧师娘，其实牧师娘有足大诶发现，看见啊，伊有看见啥？看见台湾诶查某囡仔是真正地位足低，伊毋是爱就是讲服从丈夫讲诶话爱听，若无丈夫无伫咧，爱听老爸诶话啊，对无？老爸佫无伫咧，爱听后生诶话啊，就是讲
完全拢听后生个三我地位，从四德有无？哦三对，从四德嘛吼，嘿，就是讲拢总爱听查甫人诶，查某人拢袂使讲话就对啊，讲话拢无准孝，是，伊知影讲地位足低，拢袂当读册，读册拢查甫人咧读诶，查某囡仔无人咧互伊读册啊，所以感觉讲安尼真无公平啊，所以伊就随看伊即点，就讲一定要伫台湾去一个女子学校来教专门教查某囡仔。咱前礼拜有讲一个伊丽莎白诶迄个团队有无？迄个伊有哪共款？迄个牧师娘。前礼拜咱有哪讲牧师娘，迄个牧师娘有哪共款哦？伊有哪是感觉讲，迄个女子诶部分哦，有甲伫台湾即个所在哦，有互人看轻，所以特别来替因讲话，替因讲拍面。要迄个病医对无吼？伊有要去一间病院，专门为妇人人去诶病院，毋过还未去成功，伊就过身啊，真可惜。英国哦，咱即摆来看一个英国一个女宣教会吼，女宣道会，伊伫1878年成立，伊成立诶时就专门即派迄个女宣教师去外国。英国成立一个，较早拢是查甫诶啊，拢无查某诶牧师啦。伊着成立以后，就是要来做遮个工作。伊拄啊伫伊成立诶第二档理由牧师着过身啊。过身以后，因太太伊来三吼，伊着志愿讲，我要继续留伫台湾，要继续因丈夫甲伊两个人诶愿望，就是愿望要伫即个所在起一间女子学校。讲伊要落来，所以女宣道会就从派伊来沙做第一位。台湾第一位诶女宣教师，伊就正式派，就是派牧师娘做女宣教师啦。牧师已经，迄个李牧师已经过身，伊就继续来奋斗，继续要来做一间学校。真拍拼哦，伊非常拍拼。咱知影讲，伊甲伊所有积蓄诶钱拢总奉献落去。咱看第二张就知。是。做迄个歹势哦，一文吹，就是即个女中嘛。愿望诶实现女中成立着。是。即个是咱诚水诶一个女中吼，所以就是伊继续。咱要看遮啦吼，就是讲中英女中诶成立。伊丽莎继续伫府城后进了伫伫个时间一直到1884年6月13，伊6月13，因为伊有哪是共款，伫台湾诶宣教师吼，上大诶困难就是拢无法度适应台湾诶即款气候，甲台湾诶迄款传染病，因拢差不多有。80%诶人拢会得到迄款病，得了过年呢，伊伫1884年就转去，伊转去是伊无法度转去，因为迄阵拄咧战争，第二次世界大战，拄伫欧洲战甲安尼，无命无日哦，伊无法度通转去欧洲，毋过伊拍拼爱离开台湾，所以就先去加拿大，伊伫加拿大住到1885年。战争结束，战争结束就是讲台湾挂互日本以后啦，伊倒转去到英国，毋过伊伫英国继续伫遐关心台湾遮个工作。伊转去是有个派女宣教会有个派两个女团队来，正个女团队咱后礼拜，也是讲以后咱应该有讲过即个朱约安甲文安两个姑娘，伊伫咱来看下骹咱伊伫任内，就是讲伊伫台湾10几人诶内底，
伊除了团队工作以外，佮尽力去筹备迄个女子中学哦。伊用迄有300磅，教师会有400磅，拢总还要千，拢总起一间学校差不多1000几磅就有够啊。所以伫1887年2月14就开学，所以因为李秀牧师呢伊的钱全部拢甲落来。就是讲，伊为即个学校的成立是遮尔热心，就是伊看到上帝予伊的使命，伊一定爱甲伊完成，就是安尼啊。虽然因翁已经过身，伊个甲伊申请讲要留落来吼。佮继续奋斗，伫要成立。而且判因病，两个愿望总是有实现。咱每一个人拢有上帝交托伊的使命。这个使命，伊若甲伊完成，伊就感觉安尼就是伊人生的目标。是，拄好伫要到安尼吼，迄个情人节对无吼？2月14号，调工管选即日的款。来伊个成立一个成立所以吼，上大成立，若伫教会成立来讲吼，应该是伫太平间教会成立啦吼。毋过伊还未伫教会成立以前，伊已经伫每一个所在，每一个较草地的所在，若看到囡仔，看到负责人，伊负责人拢无机会读册啦，伊就教因读册，安怎教，就是用罗马字甲因教，因教逐个人拢会晓读圣经。伊本来拢无读册啊，孔子字你拢毋捌啦，毋捌你袂晓看册。毋过圣经是用罗马字写的，所以就甲伊教罗马字，因为足简单的方法，用普通的口音，就是白话字啦。用你安怎讲，你的喙安怎讲就安怎写，安尼就足简单啦，毋免佮解说。你安怎讲，安怎写，咱来读一段迄个箴言22章第6节吼。你看遐罗马字，你直接读罗马字，有哪会使吼？教养囡仔着用合理的法，就伊到老也无歪错。伊话到老也无歪错。错，你可能就袂晓写汉字。你若用罗马字，就读会出来。你安怎读，就是安怎讲。所以逐个人拢差不多拢会啊，拢差不多几个月，毋免甲一冬吼，因着拢会晓看，佮差不多一冬后，就拢会晓写，所以会晓看甲会晓写的人是足济，一直到即阵抑阁是共款，一寡8到10岁的老大人，因虽然毋捌讲主字吼，毋过因有会晓看罗马字，抑阁有咧，因抑未拢过身咧，抑阁有伫咧。对，所以讲啥物人还未过身，佫有伫诶。我捌的人啊，我捌的人伊毋捌汉字，就是讲孔子伊完全拢毋捌，毋过伊会晓看罗马字，所以我拢帮伊，伊有叫我帮伊写啦，讲咱逐个咧唱国旗的歌，伊拢袂晓要安怎，我怎啊用罗马字甲伊写中国话的音互伊看，伊就会晓唱歌啊。遮尔厉害哦！即阵阁有即种人哦，袂晓讲。有啊，即摆已经90几岁。安尼是无简单，真好哦。其实这真正是较方便一条。虽然我即阵咧学即个斯洛伐克，伊有足歹学诶，但是伊看到字就会晓念吼，会晓念，但毋知讲是啥物意思啊。但是若准讲为较早期吼，伫台湾诶人，伊若会晓读这真好吼，伊会当写真正迄个讲出来话音，直接甲伊写出来。对囡仔的教育，伊捌圣经，捌上帝诶话，伊到老拢袂去歪错，所以伫较早落来，伊遐教育过，尤其在迄个中英女中吼，教育出来一批人。大生毕业诶几届，
若毋是做牧师的牧师娘，还是长老，伫社会拢有正大诶功用。是，无简单，就是讲，嗯其实囡仔人是上重要诶哦。即阵诶人，以前诶人拢讲囡仔有耳无喙，袂使讲话。即阵诶人吼，要管囡仔嘛管无法啊。啊来讲啥物啃老族，我昨昏看着一个囡仔，伊是10岁吼，10岁伊是天才啦吼，所以伊10岁就会读大学啊，啊来18岁就博士毕业啊。啊来，伊即阵28岁啊，人去看讲，哦，即个囡仔应该袂歹哦。结果你安知影伊即阵咧创啥？听讲伊即阵吼已经啃老族，就是讲坐伫厝里拢无咧做工课吼，因爸爸妈妈个甲伊饲安尼。所以其实甲囡仔教好是足重要诶代志吼。咱诶台南信教会，逐冬拢会去足侪所在哦，来去做即个叫做夏令营。夏令营还是冬令营，就是许寒还是许热，拢会出去较偏远诶所在。去台东啊、山顶啊、小琉球啊。这是伫小琉球翕诶啊，小琉球。是，因吼坐船吼，坐种远拢不要紧吼，这就是咱诶使命对无？咱每一个人拢有使命，毋知观众朋友你诶使命是啥物？也咱写落来甲阮分享吼。所以咱今仔日要来讲诶，即个吼，你看这因是去即个教会内面哦，囡仔人吼，足侪人吼，100几个、100-200个，有当时啊。阮所教诶是转去讲要互囡仔参加这吼，拢报袂着哦，因为报满足侪人咧报吼，200-300个人。好，咱今仔要讲诶台语是袂当直条，袂当像袂当讲蜗牛，还是讲蜗牛、蜗牛，迄个落嚟就是落嚟，毋是牛啦。哦，落所以嚟。你袂当直接读啥物蜗牛啊？哦，对还是讲对。迄毋是牛，迄是落嚟。彩虹吼，爱讲轻吼。轻。彩虹讲就是讲轻就好啊。龙卷风呢，就讲加烈风。林根风。加林根风，加烈风，若无就讲更烈风，拢会使啊，拢会安尼讲。若爱管闲事，讲你做家婆咧。家婆。是安尼，袂当讲管，因为是有人咧讲管营养师，较少人。家婆啦吼。有当时啊，对，你若看着迄个台湾诶一寡台语诶讲诶迄连续剧对无？迄电视里演诶，有当时会讲这奇怪诶台语诶，伊会讲爱管营养师。假装讲假装，毋是啦，毋是假装啦，是讲假无伊啦，安尼讲假仙。有哪会当讲假仙，安那无讲假无伊。俄语吼，足侪人咧读做日语，意思是讲哪定啦？哪定？我敢若1箍哪定吼，我敢若1块钱而已，就是讲哪定。高兴毋是高兴哦，是讲欢喜。欢喜，这个我知。高兴。姑姑我嘛知，这定定。叫听牧师讲话，听姑姑，安尼是真无好。上课拄久。观众朋友，你阁知影有啥物话吼？是袂当安尼直接讲诶无吼？有人讲拄仔没笑讲我诶台语有较进步，多谢你。学2-3档吼，会当讲一寡台语。教养囡仔到老也无偏离，就是讲到老也无歪错。这是咱华语圣经讲诶吼，教养孩童到老也不偏离。但是教养囡仔，伊就是到老嘛袂歪错。讲诶歪错，就是伊会惊做啦，所以到老也无歪错。是到老嘛袂歪错，就是真
真重要吼。其实圣经是，若是大人读的哦，囡仔嘛是足重要，对无？吼，上帝嘛是为着囡仔来迄个讲话，伊拢讲，耶稣讲，互囡仔来我遮哦，因问迄个伊个学生讲，遮囡仔做菜，甲因赶去吼。但耶稣伊做爱囡仔吼，叫因使像拄则迄张图就是教会内底咧上课诶情形，足侪囡仔嘛吼，要分班，因为画5岁、画6岁、画10岁，因袂当做伙上课，所以伫教室内底就分班，分做6岁、8岁分班，即个分班啦。分班出来囡仔拢变侪岁，一个老师就教因一寡道理，圣经诶道理吼。就是安尼，这是教会有兴趣诶人，这是台南新教会对。大较有可能安尼啦吼，像阮若较细教会吼，敢若老师一两个吼，就无法度做安尼啊，所以有咱共款啦，有咱共款安尼坐，逐个人坐恁桌仔顶，就来因教，叫做注意了。对，所以嘛是希望搁较济人吼，会当来关心老人，毋是老人，哪有老人？后摆爱讲老人诶心声吼，来关心即个妇人人、甲囡仔人诶心声吼。安尼真欢喜，今仔日多谢老师讲着李秀牧师娘诶故事。李秀牧师娘今仔日讲诶李秀牧师娘，也就是做中英女中来成立，就是因诶上大愿望。是真水诶一个女中吼，安尼上帝有叫你为什物代志来做诶，毋免惊吼，一定会完成吼，而且会互你有够用诶气力，有够用诶你所需要用诶钱吼，拢有够哦。好，安尼你若有啥物好听诶故事，还是你感觉有啥物会当甲阮分享，你会当写落来甲阮讲，爱记家己试一个赞吼。因为今仔日来听诶人吼，拢是有使命诶人，嘛是有上帝呼召诶人，就是讲吼，上帝有互你一个心愿吼，今年要完成诶代志，会帮助你会当顺序完成。下礼拜一会啊，台湾8:10，泰国7:10，澳洲1:10，佮做伙来讲故事。这个节目是台湾台南新教会林老师。泰国科目机会联合主持，祝福大家平安，平安平安。再会，多谢，多谢咱的朋友吼，讲啥物咱无好听哦。即个朋友做爱钓鱼，了解你钓鱼的是应该有遇到做个啥物神机，要安怎讲？新亚对无？钓着迄足大只的鱼吼。后摆会当甲咱分享一下吼，安尼上帝嘛，耶稣嘛做爱钓鱼诶吼，迄是伊出口钓鱼诶无？伊讲爱落去深诶所在。伊足厉害诶，伊甲迄专门咧钓鱼诶渔夫讲啥物？拍网来拍落去足深诶所在。迄个钓规暝钓袂着，耶稣讲来去迄遮伫遮钓，安尼一堆吼，钓一堆起来吼，钓鱼诶故事。4月好，我等你来找我。多谢老师，多谢观众朋友，下礼拜再会。